新闻车4来看，刑事局今仔宣布讲，掠到咱国内有史以来安非他命产量上济一间制毒工厂，甲一个姓李的嫌犯的制毒集团哦，因伫北中南拢有点分工，是非常的有路，嘛非常的干巧。警方伫南投埔里的工厂嘛查到300多公斤的安非他命甲制毒的工具。 警方得到消息，南投埔里这位民体内底有安非他命制毒工厂，专负武装展开行动。破门了后，当场逮捕4名制毒师傅，而且查到313.85公斤的安非他命、大批的制毒器具，也有一大批的原料，是台湾掠毒史上产量上大的制毒工厂。警方干那清点证物，就开一寡时间。是，好来，等一下我贴标签。哦，15支是。 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侦破李姓主嫌为首的制毒集团分工精优，伫咧屏东废弃的厂房藏制毒工具，搁再以人头买中古车做交通工具，将制毒原料甲师傅送入去南投工厂，而且趁风台煤来制毒。警方专案小组看到时机成熟，同时间伫咧北中南3地展开行动，掠到李南顶高的人，逮捕工厂内吕男等4名制毒师傅。 并且查扣安非他命成品，毛重约313.85公斤。安非他命的成品重量堪为国内缉毒史上最多的一案。警方强调，这批安非他命价值2.5亿，也未流入市面。另外，还有第4级毒品2溴4甲基苯丙酮71包，总重量69.62公斤。涉案的其中7个人由屏东地检署向法院声押核准。记者台中报道。